请草稿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半项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到清净的水边。咱三甲来吟诗67首，世间万物未成迄时。
代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命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为在世路万命之时，伊本着为了道人来受苦，变成一个死里埋葬的人物，第三日对下了复活，就天，他最全能的上帝的后裔，伊要让咱来信望我人来信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我们教会信道相通，做下列，就这个我，永远的名。阿门。请坐。再甲来看课文，像是诗篇24篇，我来刻地上来。对甲地上的万米朗诵上主。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，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？就是手清气、心纯洁。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。这款人找求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？是大神的上主。城门啊，着拍开。荣耀的君王的进来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？是咱的统帅上主。伊是荣耀的君王。咱三甲拍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何罗你，因为你赐下耶稣，成做阮的救主。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，担当阮的罪过，佮赐予阮活命佮圣神，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主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的救主，阮的拯救，阮的快乐，佮是阮一个实的帮助。主，你设立属于你家己即个属灵的大家庭——桃园教会，成做你重要的器皿，福音的出口，保守牧者，甲正中一同工，拢会当忠心徛稳伫主的话语，带领羊群进入教会，成做正圣道的模范。保守你的子民脱离这个世界的消甲诱惑，求圣神开阔因的属灵的目睭，会当看见上帝的代志。今日照着咱牧师的信息讨办，用有爱的喙，佮互伊有圣神的智慧，有圣神的同在，互阮会当来学习，行公义、好怜悯的功课，会当互公的心被拍破，心智互你来过旧换新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，愿你将王权坐台位，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，互万百姓因为你得到真真正正的平安甲福气，无搁沉沦伫邪恶的捆绑，来带领济济的牧道友，会当来照着今仔日的礼拜，今仔聚会，会当来得到真正的平安。求你赐福国家的元首、政府的官员，伫即个用谦卑的心甲你同行，赐予阮一个良善的社会甲环境、安定的政治甲经济。若是合着你主旨意的，求主你来成全应允；若是出伫迄个歹的，求主你来主动看顾。愿咱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咱三甲来看上帝的话。伫启示录21章第1、第4
7到8、22到27节、22章3B 到第5节。奉主的名，我阁看见有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也无阁有。第4节，阁要互因的目屎拭去，因拢总的目屎，无要阁有死实，也无阁有哀伤、嚎叫、疼痛。前的代志已经过去。第7节、第8节，得胜的人要承接迄个，我要做伊的上帝，伊要做我的囝。若是遐个撒旦的、无信的、可恶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，甲拢总白贼的人。因的魂也是伫迄个用火甲硫磺咧烧的湖，即个就是第2摆会死。22节，我无看见城内有殿堂，因为主上帝全能者甲羊羔做因的殿堂，城无欠明日，也无欠明月来照因。因为上帝的阳光照伊，羊羔做伊的灯。第24，列邦的人要倚靠伊的光来行，地面的王要将因的阳光带来归伫伊。城门日时拢无关，因为伫遐要无眠时，人利用列邦的阳光甲尊贵带来归伫伊。囡仔无清气的米，以及行可恶白贼的人，决断袂得入去。入遐，只有记伫羊羔的换命册下会得入。22章第3节后壁，是上帝甲羊羔的座位要住伫遐，因的奴仆要服侍伊。第4节。也看见因的面，佮因的名，伫因的头额，无佮有眠时，也无欠因顶的光，甲日的光，因为主上帝要照光因，也因要做王到代代无尽。愿上帝祝福听伊话，佮去行的人，赞美。请献歌队，伊要带来歌曲是：希望源自于何处？
正道，咱请陈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新的约运动实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请咱继续掀开咱的圣经，请咱继续掀开咱的圣经，也掀到周报的第6页，即个大纲的部分。虽然透过咱的书会当中是跳咧念，总是今仔日我要来分享的是21章规章，21章整章，以及到22章的第1节到第5节。所以咱必须爱掀开咱手头的圣经，来配合大纲做伙来听，来写笔记。伫未开始分享进前，咱搁一摆做伙来感谢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将你的话授予予阮。你的信心，天使早前感动先知使徒所写落的话，充满智慧甲生命，互阮后世代的每一个信徒拢共领受。总是主，阮必须有你信心的同在，阮才通明白你的启示。阮需要你的信心守住良根，阮才会当知影你的旨意是怎样。愿主上帝，你的信心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门，将信息放伫阮内底，成做阮生命的帮助。主，阮将以下的时间专人仰望伫你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对年初到现在，牧师一定针对有关宣教安尼的一个议题，通过无共款的经文，用无共款的角度，才来甲咱分享讲宣教的基础、重点甲目的是啥物。今仔日的分享是针对宣教这个议题的最后一篇。咱要通过启示录来了解讲宣教，就是要让人来宣扬一件代志。这件代志就是上帝通过基督已经得胜啊！上帝通过基督已经得胜啊！这是咱宣教必须爱来知影、爱来宣扬的一件代志。总是咱可能会听到头挂牧师讲咱要去同宣扬讲，我来你讲，上帝已经通过基督已经得胜啊！总是这个已经得胜，对外人来听，因会感觉真妖异、真奇怪，是安那？因为讲恁基督徒甲我讲上帝已经得胜啊！总是无信的人会甲你讲，我感受袂到啊！我感受袂到讲上帝已经得胜啊！你看这个社会，都遮尔混乱，有遮尔侪纷争，有恶毒的代志、暴力的代志，继续拢咧发生。你倒位甲我讲上帝已经得胜啊！你看国际之间有大的欺负小的，有剥削，有压迫，都有大大小小的这个战争。恁教会、恁基督徒，甲我宣扬福音讲，上帝已经得胜啊！无请恁甲我讲，这个已经得胜的事实，这个确据是倒位？恁甲我讲。其实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个启示录，伊所启示的代志，并毋是讲将来要发生的代志。启示录让咱启示的代志，是咧讲伊已经发生啊，总是未来才有要完成。现在咧，现代咧进行。我咧讲一解，启示录即甲咱启示的代志，就是伊已经发生，总是一未来才有要完成。现在是安那？现代咧进行，牧师一定爱来强调这，因为咱等下爱用安尼的思考方式、思考模式来领受这的信息。来，过去已经安那发生，一未来才有要安那完成。现在伫安怎伫进行？请咱用这种思考模式来听等下的这个信息啦。我要讲的是，
咱的主上帝已经通过主耶稣基督赢过罪、黑暗、甲死亡的权势，伊一定赢。总是这是属灵的战争。当伊赢了后，万物一定开始咧换新啊。总是这个换新刚完成啊，也未完成。上帝国一定甲主耶稣相共款，对伫主耶稣一定降临啊。总是上帝国刚一定完全降临啊，也未，伊要得进行，伊要得进行。所以宣告真重要的目的，咱就是要引带人，互人知影讲，这个事实是啥物？这个事实就是世界的这个结局随时要临到，世界的结局随时要临到。考我牧师讲嘛，上帝国你降临嘛，对无？啊，即马你进行嘛，对无？请问啥物时阵要完成？敢有人知？无人知。所以，咱必须爱同人分享这件代志。世界结局随时要临到，爱做好备办。虽然咱让人宣扬这个福音，爱人知影这个事实，总是选择权由万一人的手中。咱当传福音，咱爱互人家己去选择讲，啊无你未来，你要选择面对啥物款的结局？你要上天堂，还是要面对迄个烧袂完的火？你嘛爱家己去决定，伫上帝国降临即进行的即个中间，你打算过一个啥物款的生活？你要互上帝掌管无？还是你要继续照你家己的意思来生活？过来，咱回头，转来到咱的圣经，吼，咱来看咱的圣经。今仔日的经文描写上帝甲伊的子民做伙来赢指大胜利的即个情景，大胜利的即个情景。好，请咱兄弟继续用过去发生、现在进行、未来要完成的思考模式，好，继续用安尼来看这个经文。咱看哦，约翰伫天使引出下面，伊是异象的中间看起新天新地降临，总是前个天、前个地甲海拢安怎？拢无去，拢消失。伫启示录内底，天地海所象征的是权势、权势啦，吼权势。天是属灵的权势，地是人的权势，海咧，海就是黑暗甲一切邪恶的权势。所以，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阵，这世间所有的权势拢安那？拢过去，只有剩一个权势，是啥个权势？上帝的权势，这权势叫做上帝的国度。无撒旦的权势，人嘛无权柄，一切反对上帝溃力拢无去，只有剩上帝国、上帝的权势。咱知影讲，撒旦一天顶的征战一定输去啊，去互天台摔落到地面。所以过去遐个甲撒旦合作，要来反对上帝这个权势，拢会失败，拢会失败。直到迄一日，这个新的耶路撒冷，也就是教会，才会显出伊的美丽，伊的美好。为什么？包括教会内底，遐个反对上帝，遐个无尊重上帝的这个权势，拢会安那？拢会消失，拢会过去。到至迄个时阵，教会才会当完全来成圣，分别做圣，归乎上帝，会当显出这个教会的美好。因为是新天新地留存到后面的这个教会，才有资格来匹配伫基督的荣光。接续咱来看，约翰伊继续听去讲，宝座顶有声音，讲出安慰的话，讲出安慰的话。直接咱来思考哦，咱看到第3节到第4节的所在，有讲到因呐，他们，吼，这个因是啥？是啊，因会流目屎，因爱面对死亡，因爱过着一个哀伤、嚎叫、痛苦的处境下面。因奈遮尔凄惨落魄，遮尔惨，因到底是啥？因所指的就是坚持信仰，
为着福音、为着真理的缘故来受苦难的人，安尼的人要得到上帝的安慰。像是安尼的人是得胜的人。上帝伫宝座顶伊讲：成啦，完成啦。其实就是咧宣告讲，这会坚持主耶稣基督道路的人，这会坚持信仰到落尾的人，因拢是得胜者。因要得到的这个奖励，就是永远的活命。因要得到的奖励，就是永远的活命。因为上帝要将活命水安那收束予因。总是，我相信恁手头的圣经有写这个连接词，或者但是，或者但是，总是上帝伊发出警告，伊讲啥物？伊讲，毋过这个无胆的、背信的、腐败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，以及所有讲白贼的，因着去的所在是迄个用火甲硫磺得烧的湖，这是第二摆的死。你看哦，有新天新地的上顶，有应允收束予咱，总是嘛有警告伫即个中间。咱来注意到一点，天使有讲到讲第二摆的死，对无？总是这第二摆的死，毋是讲你肉体要死2摆啦，毋是讲你肉体要死2摆。是启示了内底，这个死所代表的是你甲上帝隔离，你与上帝隔绝，你甲上帝无关系啦。这个甲上帝无关系，甲上帝隔离，是因为亚当的罪所遗传。总是一只上帝，也是讲天使，伊嘛警告讲。既然恁遮的人拢一定伫世间听到福音嘛，你嘛说咧，你嘛信仰个别，总是恁若是无把握机会，恁无遵探主的教示安尼来生活，恁嘛无坚持信仰到落尾的时，未来结局就是甲上帝永永远远隔断无关系，无法度见到上帝的面。这就是第二摆的死。就算咱倒来看。这个异象，透过所讲的这个异象，只是一个背景。因主角是啥？主角就是新的耶路撒冷，也就是教会。我知影讲，当咱看到第9节到21节的描述的时，咱会按建筑的方向来思考。咱有看到咱手头圣经第9节到21节无？伊若想一直讲一间厝体嘛，对无？咱会按迄个方向讲，哇，这间厝生啥物款？啊，上时到中福一直出现3、4、12的数字，有无？牧师甲你讲，你真正毋免想到遮尔复杂，这内底嘛无啥物密码。真正你毋免想到遮尔复杂，遮的描写不过是咧比喻即个新的耶路撒冷，就是即个教会。要亲像要嫁互耶稣，真做宝的这个新娘，伊的本质、伊的性命发出的性命是这样啊美好，所以伊真正要比喻的是教会。啊，用什么话来比喻教会？用新娘来比喻教会。啊，这个新娘的水用什么话来比喻？用厝体的水来比喻这个新娘。安尼讲听有迄个意思啊？听有诶请举手。好，啊听无诶，礼拜三才来找牧师。无我真要伊恁听有啦，我真要伊恁听有啦吼。所以你毋免想啊遮尔复杂。伊真正要比喻就是属灵团体教会，啊用新娘来比喻，新娘的水用厝体安那，倒来上顶，倒来比喻安尼。好，咱倒来看哦。天使一个一摆，但约翰讲，迄个新的耶路撒冷，伊是对天顶安那降落来。特别要强调一解哦，即句话天使讲安那，讲几解？讲2解。即第1节的所在，你有看到无？强调哦，伊定上强调讲是对天降落来，这表明啥物代志？
表明这个城，新的耶路撒冷教会，这个属灵团体，伊是属天的，伊是属灵的，伊是属地上帝所掌管的。伊是因为伊是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。相时这个城市，这个厝地是四角形的，是四角形的哦，四角形。是自古时代，也是讲四角形代表完美、和谐、交文的艺术，代表完美、和谐、均匀的意思啦。吼，四这个数目也是讲四角形。哇，接续落来，咱看去讲这个城，伊是建立着12块基石，对无？然后12块基石顶面有12个使徒的名。啊，城的墙啊，吼，有几个门？12个嘛，啊，一面3个嘛，吼，总共12个门。啊，12个门顶悬拢写啥物会的名？12支派的名。啊，这12块基石吼。分别都是12种安那真珍贵的宝石，12个门嘛是真珍贵的安那珍珠啦。哇，咱想象这个城安那，刚好就炫目的，刚好就水的。来，咱会记的，这是上顶，这不是实体，这是咧讲一个属灵团体的性命是遮尔安那美好，遮尔水。遮尔的炫目啦，好，所以咱会当来讲，这个上顶是要表明讲，这个新天新地所降临的新的耶路撒冷，这个教会，伊是属灵的，伊是一个完美的，伊是上帝所掌权的一个团队。12个支派所讲的，不是旧约的12个支派，伊讲的是真的以色列。就是所有军队主耶稣的人，12个使徒所代表的是后来所建立的这个教会。因为使徒保罗也是讲彼得，因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，所以外邦人才会使哪听到福音来得救。所以12个支派、12个使徒所表明的是，这个世界不管你是什么款的血统。不管你的皮肤是啥物色，你讲啥物款的语言，只要你是归伫主耶稣的人，你拢是属于上帝的子民。阿门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新的耶路撒冷是一群将家己献予上帝的人，将家己的性命献予上帝的人。因为这群人因为着福音，为着真理的缘故，直接来牺牲付出。因安尼性命是遮尔的水，遮尔的良善，阿门。所以这个宝石，这个珍珠，要表明的是你我咱整个信仰团体的性命安那，是属于上帝真介意，非常炫目，非常喜爱。安尼有阿门无？安尼听有啊吼。莫得甲我讲，牧师这内底敢有密码？无，这内底无密码，这就是讲遮的代志。而且咱得继续看哦，这个城内底，约翰伊讲，伊无看到圣殿呢，伊无看到圣所呢。啊，圣殿内底讲是有至圣所，对无？圣殿代表啥物？圣殿代表上帝同在的记号嘛。啊，至圣所咧？至圣所就是上帝临在，总是讲有一年一摆大祭司入去，会当拄到的这个所在。今仔日这个城无圣殿，无上帝同在记号，因为唔免，嘛无至圣所，无需要大祭司这个中保。就咱小个今仔日教会无需要牧师小共款，嘛无需要这间厝体，这代表啥物？这代表讲信徒该祭司啦，恁无需要阁有中保，无需要有神职人员。恁每一个人拢会当家己亲自甲上帝亲近，恁每一个人拢会当甲上帝有属灵的沟通，恁每一个人拢会当甲上帝亲近
享受伫上帝同在的即个内底。安尼有阿门无？阮知影你心内想讲上好无牧师，上好对无？拢袂管我的属灵的状况，啊，总是未来就是安尼啊，未来就是安尼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诚做安那属灵的祭司，你每一个人拢想做属灵的祭司。啊，不知无圣所，无知圣所，伊讲即个城内底安那，无需要啥物货，无需要光啊，无需要点电火啦。啊，即个光代表啥物？光代表毋茫，光带来性命，有光的所在就有平安。所以一个充满上帝阳光的所在，就满有平安。约翰伊要看去，即个城的城门敢有需要关？敢有需要关？请问恁下暗咧困的时阵，敢有需要关门？因为惊啥物货？惊贼啊，惊歹人，惊危险嘛，对无？所以城门毋免关，都充满光的即个情形，代表讲是即个团体，是新的耶路撒冷内底即个教会，是充满阳光甲平安的所在。阿门。所有信耶稣基督是主的人，以及坚持信仰到落尾的人，因拢要做伙三甲组织。享受伫即个阳光内底，佮做伙敬拜，将一切的权柄、尊贵佮荣耀来归乎主上帝。毋过，又来了一个但是，你有看到但是无？有上顶，有应允，倒一解，倒一只警告，有警告。毋过安那，上帝佫一摆发出警告，伊讲：毋过无清气的米。甲一切行为可恶、甲讲白贼的人，绝对袂用得入去。只有名有记载伫羊羔的活命册的人，才会当入去。坦白讲，这话是向上讲的，是向信仰团体讲，还是向毋信的人讲的？我要讲的是向信仰团体讲的，因为无信的人一定对前的天、前的地、甲海已经安那。无去啊，对因讲是无需要，总是这话是对信仰团体讲的。这警告是咧讲啥物？你今仔你信仰个别，你今仔你受洗礼啊，总是你活伫世间，你无互家己分别做成。你追求世间较赢追求上帝，你无用心灵甲信息敬拜主的时，你无坚持信仰到落尾的时。你的名就绝对袂记伫羊羔的活命册顶面。所以，这个话是对信的人，还是无信的人讲的？对信的人讲的。吼，对遐无信，其实一定对前的天、前的地安那拢过去啊，无需要对因讲。最后，咱做来看第12章第1节到第5节。天使互约翰看起教会伫身体身地的生活是安怎？教会伫身体身地生活是安怎？咱爱记得咯，这个景象游玩是一种象征的表现的方式，吼，象征的表现方式。来22章第1节到第5节，有2个重点，一个任务，2个重点，一个任务。那有看去讲，伫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内底有活水遍流嘛，对无？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所象征就是教会，教会内底有活水遍流。来，各位兄弟，请你看你的骹下，你四周面有水伫流无？恁有看的，等下牧师会带你看医生。吼，恁哪会有看？来，这个活水其实通过约翰福音是咧讲啥？是通过信心。将这个性命、这个灵命安那收束予咱，基督的神就是活命水，就是活命，这是一种上顶的讲法。来，所以咱看去讲有活命水，啊，甲有活命树，活命树的果子通吃嘛，啊，伊的叶仔都会使安那，都会使安那医病嘛，得当医病嘛，对无？啊，这是第一个重点，请咱注意哦。
不管是流出来活命水，不管是通过活命水所生长的活命树的果子甲叶啊，请问，这个活命是对倒位流出来？是对倒位流出来？对上帝的宝座流出来啦。所以，毋是水有功效，树仔有功效，叶仔有功效，是生命对倒位流出来？对上帝的宝座，这象征一件代志。咱的生命，咱的心思意念，咱爱掠上帝最中心，掠基督最中心，咱才通得到生命，咱的生活才通幸福。阿门。好，所以一切生命的源头，既然拢基恩迄个宝座，就是咱的生活掠上帝最中心。好，第二个重点是，这个城内无搁有咒诅，无搁有咒诅。今仔日上帝已经通过耶稣基督，甲人和好啊，甲人和好，人已经搁一摆恢复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会当常常敬拜上帝，服侍上帝。总是反转来讲，伫即个城内底，袂使搁有骄傲、自高、甲上帝超别大的代志，因为咒诅已经无啊。这个咒诅是对倒位来？对亚当犯罪遗传来。亚当安怎犯罪？伊就是骄傲，伊要甲上帝安怎超别大啦。所以反过来讲，无咒诅代表讲，一教会内底无骄傲、无自高、无甲上帝超别大的代志。最后，咱来看，就是教会任务。天使甲约翰讲。这个得胜的人，因要有上帝荣光，甲因安怎，甲因照，然后因的下头安怎，要有啥个名？要有上帝的名，因是属于上帝的人。上重要的就是一句，天使甲约翰讲，这个人因要做王，直到代代无尽。这个人要做王，直到代代无尽。总是。牧师带恁讲的是论真讲，信徒到伫迄个时阵做王吼，实在无啥物意思，恁敢知影？啥无啥物意思？因为前的天已经过去，前的地嘛过去。请问这世间敢有其他的权势？只有村上的权势，上帝的权势啊，只有上帝国啊。啊，请问你做王，你要管理啥物代志？无啥物代志，互你管理啊？人嘛无权势啊。你做王是要安怎？管某仔囝，迄个时阵嘛无嫁娶，你毋免烦恼这，无囡仔互你攞。吼，迄个时阵无嫁娶，到底这任务是啥物？其实教会任务，就是要来维持、来保持上帝的荣光。教会任务，就是要来保持上帝的权柄到永远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人得到王权，是为着要来维持上帝的主权。阿门。所以论真讲，恁即马每一个人敢有做王？我要讲的是，这件代志一定发生，未来才会完全，总是即马伫安那伫进行。所以恁一定渐渐要开始承接这个王权，总是这个王权承接的这个过程中间，你也会记住，这个王权是互你摕来创啥物的？维持上帝的荣光，以及维持上帝的主权。咱做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相信，我嘛知影，你已经得胜，你已经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得胜。你的国嘛已经通过基督，已经降临。万物嘛已经通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开始的换新。总是求你怜悯阮，帮助阮软弱的肢体、有限的气力，在这个影子新天新地降临的这个过程中间，
拢通坚持信仰到落尾，拢通遵探主耶稣的道路，互阮无受引诱，无受试探来绊倒。特别求主帮助阮的教会，互阮成做属灵的教会，受你管教的教会。求你的信心将基督的心放伫阮的内面，互阮用牺牲奉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名，显出你的良善，也互阮每一摆敬拜，拢互世间人通看起你的宽bình、尊贵甲荣耀。愿主你的神引带阮，掠基督做中心来生活。愿主你的神，互阮谦卑来顺服你。也愿阮的性命拢通显明上帝的主权到永远。主愿安尼向你恳求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三甲来吟诗第22首，祝上帝正手。会众请起立。这点咱要来举行圣礼典、圣餐式，才能献开圣诗175首。新的地、新的天，咱坐咧吟，咱用这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。
迎记那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记那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阮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，就阮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。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个伫地。咱嘛对边仔的人来祝福讲：愿基督的恩典甲你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。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你着惊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捧杯讲。即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恁既然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与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去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即时咱嘛照主耶稣互咱的款式领受进前，咱个一摆做伙来祈祷感谢。亲爱的上帝，新的天、新的地已经渐渐伫降临。感谢主上帝，通过圣餐的仪式，这个饼甲杯，头项互阮会当用属灵的态度来领受。通过这个饼甲杯的这个象征。我用心灵甲信息，会讲甲主耶稣达到完全属灵的这个结连。愿主上帝，你的神，伫阮领受的时，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。主，求你掌管整个过程。愿安尼向你祈祷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。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。恁每一摆食的时，就惊安尼，为着是要纪念我。各位兄弟，即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你我的罪来拍破。咱每一摆食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。各位兄弟，即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你我。过去到现在所有的罪来拍破，咱每一摆食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。咱请长老。这个较重。各位兄弟，当咱摕到饼的时，咱做伙来思想，因为上帝通过伊的圣囝耶稣基督，为着咱的罪来拍破伊的身躯，为着是要甲咱更好。总是当咱摕到饼的时，咱来思想。咱安那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？主耶稣是安那为着咱来受罪，为着咱安怎来牺牲付出，拍破伊的身体？那安尼，咱有为着福音、为着真理来牺牲付出无？
咱有为着上帝予咱的听，咱有努力到什么款的程度无？当咱摕到饼的时，咱来反省，安尼来祈祷。目前我的性命敢有匹配这个新天新地的降临？咱做伙摕到饼的时，安尼来思想。各位兄弟，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你我所有的罪来拍破。咱每一届这的事，就行安尼，为着是要来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用伊的宝血来设立的。咱每一届啉的时，就行安尼，为着是要来纪念伊。这个杯是新约，是用基督的宝血来设立的。咱每一届啉的时，就行安尼，为着是要来纪念伊。请张老。兄弟，当咱摕到杯的时，咱嘛是共款来思想。这个杯是新约，这个杯是宝血，就是因为这个杯，咱的罪受到抓扣，咱空得伫上帝面头前，叫称罪义。总是咱来思想，当咱的罪受到抓扣的时，咱的世间的生活，到掠上帝最中心，咱到继续掠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来最中心，咱到掠上帝的旨意最中心来生活。简单讲，咱到吞达上帝通过基督予咱的宝血，所以当咱摕到杯时，倒来一届反省家己的性命，得到安尼稳定，总是咱的性命有匹配安尼稳定。
各位兄弟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用基督宝血所设立。咱每一届啉的时，就安尼行，为着是要纪念伊，咱做来领受。咱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要表明基督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大家伫咧。咱把咱按咱边仔人祝福，甲讲，愿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家伫咧。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求你怜悯阮，阮真正软弱有限，在每一个时阵，通过教会的安排，通过饼甲杯安尼上顶，常常来反省阮家己的性命。总是主上帝，阮无毋望这只是一个仪式，阮毋望一日信心的帮咱下面。即个饼甲杯的上顶，会当达到甲基督真实的结合甲临在。所以愿主上帝，教阮一定通过即个饼甲杯的即个仪式，愿你的信心甲阮三甲伫地，愿你的信心来引带阮行头前的道路，愿你的信心超然我的性命，通好来匹配将来要临到的新天新地。愿主你的神甲阮同在，保守阮。愿安尼用你祈祷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咱的圣礼典就到这。救助吴文仁技术。会众请起立。
报告大声，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无过有眠时，也无欠明灯的光甲日的光，因为主上帝要照光因，也因要做王到代代无尽。启示录22章50，请。眠是暗时，啊个暗时。要不要记？要不要做王？介绍了就不过有眠就是无有较明灯的光。伊要做王，到代代无尽。22章50。好，咱来看周报第一页。后礼拜是抑或礼拜，请咱家己来看。集合时间是7点15分，伫东门国小；7点30分准时出发。教育部的课程拢暂停。周间的聚会，咱请咱家己看周报。教会小组的聚会，来家己来看。第三页奉献的明细，咱家己来看。消息的报告。本主日第一堂、第二堂咧礼拜来举行圣礼典、圣餐食，请兄弟来伫面心。今仔日中午12点1701，教室来召开关怀部会议，请部员甲野外礼拜车长、组长甲同工来出席，拢总有8个车次，拢总有8个车次，咱请咱家己来看来注意。甲自行开车，自行采科。第三。中昼12点30分，伫702教室来举行综合金的审查会，综合金的审查会，请审查委员来出席参加。后主日特别爱注意，10月18号，咱野外礼拜出发的时间是7点15分，伫东门国小集合，防疫检疫，防疫爱检测，7点30分准时出发。所有的行程，伫咱周报，伫咱周报，家己来详细看。社会消息来公告，2021年年度新任的中级张乐、于继平、林漳州、技术穆桂英、李应灿、肖素儿、刘廷圭、邓亚忠、黄志辉。第二。后年度所有的团契会长的名单，相连团契吴传新，夫妇团契林漳州，辅路团契尹立芳，德信架团契陈素妍，下青团契黄慈辉，献瓜堆陈维民，德秋虾彭胜峰，敬拜团王珍慧。来，咱先过来教会消息。教会启示中心正式来开班，即日起一直到明年1月20号，地点是705教室，拜一到拜五下午5点到暗时9点30分，开放的对象是国高中以上的学生。第二点，乐龄关怀据点才有要经证，伫10月28号。10月28号上午9点，这是伫一个野外活动，伫教会来集合。会记你请带爱心卡、戴口罩、爱心卡跟口罩。时间是10月28号，10月28号，欢迎来参与的，爱准时。小组消息：龟真幼稚园整修完工，感恩礼拜伫10月21号拜三，伫大有路147巷9号来举行，为陈牧师来主理。下暗6点30分开始有备办晚餐，欢迎兄弟来参加，教界消息：
新竹中华商联部来举行庆祝重阳节感恩礼拜130周年请咱穿130周年的服装伫迄天咧穿130周年的服装，参加的人咧，伫10月22号会知影7点伫教会来集合来出发。庆生会来请简成长老。10月份的王水源、王浩杰、何伟哲、吴秀儿、杨卓华、吴梦书、吴丽云、李安杰、李庆章、周嘉怡、林祖能、陈林月平、黄李金銮、张雅敏、徐正凯、徐亚洲、陈清志、陈雪莉、陈伟佳、洪家富、黄朝勇、林武雄、廖远斌、廖永强、朱所子、赵令君、刘俊杰、刘如安、李依兰、赖冠飞、赖依林、简碧慧、刘志玲、李文章、李敏珍、郑雅雅、潘少淑香。各位兄姐，牧师直接来介绍一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，伊是中原大学的即个电子系的即个教授吼，陈顺杰兄弟欢迎，好，请坐。好得一届吼，这相片是无挂喙罨的即个相片啦吼。好，因为遮台拢挂喙罨无看。好，再来就是讲顶礼拜有介绍着，毋过即礼拜再介绍一届啦吼，就是咱的新学生蔡明琪同学，好，蔡明琪同学。好，伊要对今年的10月一直到明年的5月嘛吼，一直到5月这段时间啊，毋望咱会当来帮助因，伫即个堂教会实施的期间，拢通顺利学习满满。以上。上演第400首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。
会将车起立。愿主恁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予你信心地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天堂，亲像长老活水，伫蒙雾黑暗暝看起主的光。愿主恁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予你信心地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天堂，亲像长老活水，伫蒙雾黑暗暝看起主的光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，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帮助阮，一听候新天新地降临进前，愿阮的性命得大声荣光你的名。常常尊重你至尊的这个主权，愿安尼向你祈祷、恳求、感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电乐。
咱互相请安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